歡迎大家嚟到香港觀天會嘅講座。我哋第一節咧就邀請到許如藝教授嚟幫我哋演講啦。咁佢係香港觀天會學術顧問、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嘅榮休教授、發明家同埋第3屆香港創科研先鋒獎 ESG 先鋒獎嘅得主。我哋今次嘅演講嘅主題咧係新型火箭推進技術 T-Rex。咁係指一種低成本可以重複用嘅兩級火箭啦，提供比較優越、安全嘅太空之旅。咁而家以下落嚟嘅時間咧，就交俾許如藝教授。好歡迎大家嚟嚇，咁我就係香港生香港大，但係就讀中學之後咧就走咗 MIT 讀咗，咁之後咧就喺美國教咗差唔多30-40年書啦。中間咧我有4年，1995到99年係中文大學嘅教授。咁嗰陣時係高錕教授請我翻嚟香港，所以因為嗰陣時我研究嘅係呢個光纖嘅交換技術。咁啊光纖係高錕教授嘅偉大發明啦。咁所以咧我嗰陣時係同佢一齊做研究有關於寬頻嘅 Internet 嗰方面嘅嘢。咁今日要講嘅最主要咧係T-Rex versus SpaceX。咁其實 T-Rex 咧中文就大家都知道係叫暴龍啦嚇。咁但係我今日講嘅暴龍咧就係好溫柔嘅暴龍嚇。暴龍咁點解我要用暴龍？暴龍呢個字英文就叫 Turbine Rocket Experiment 嚇。咁嗰個咧係我發明嘅一種嘅航天技術，平好多、靚好多，同埋安全好多嚇，最主要嚇。咁同埋環保好多。咁所以我今日講嘅就係其實咧我都相當之欣賞 Elon Musk 嗰個 SpaceX 嗰個 program， 因為佢哋搞得好好。咁佢喺香港、中國或者香港特別嚟講，有冇辦法去搞到一個航天嘅計劃咧？咁香港又地少又人少係咪？即係相對中國。咁我覺得可以搞到喎。咁一陣間就先賣個關子先，就話到時我哋點樣可以喺香港發射火箭做呢個航空同埋航天嘅基地。咁其實我要發明嘅咩咧？剛才講嘅係2節嘅火箭技術咯。咁其實咧可以係1節嘅，一節咧就上到太空。太空係乜嘢咧？太空就係喺地球以外100公里嘅地方就叫做太空啦嚇。咁所以上太空唔難嘅但係要入軌道咧就難好多啦，因為入軌道咧你要到24倍音速你先可以入到軌道，即係每1秒鐘係8公里嘅速度，你先可以入到軌道，唔會跌翻落嚟係嘛？咁所以咧，我而家要發明嗰樣嘢就叫1節嘅火箭引擎，你可以 single stage 做 orbit 1節嘅火箭就可以入到軌道呢個而家嚟講冇做到，全世界都冇做到。咁第二個咧就係究竟我個原則乜嘢咧？我就係一陣間會講得好清楚，就係我發明咗一個叫氣態火箭咁係同時咧起低空，即係唔係低空即係到50公里以下嘅高度咧，佢係可以用唞氣嘅，即係用大氣嚟到做推動力嘅。咁所以咧呢個咧都減少個重量好多。咁第3個咧就係個應用方面咧，我最主要係做2方面應用。我覺得而家全世界嘅飛機技術咧係應該完全轉型㗎。就係應該飛出大氣層以外，即係50公里以外、100公里以下嘅大氣層。咁嗰度咧就冇乜呢個大氣阻力。咁所以咧你係要可以用到5倍嘅、6倍嘅超音速嘅速度咧，就由香港去到呢個美國紐約咧係2個鐘頭嘅啫嚇。咁就平好多嘅，仲平過個飛機本身嘅價錢啦，同埋用嘅能源啦。同埋嗰個基建即係機場方面咧，亦都可以平好多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相信我可以發射火箭咧，係到100美元1公斤嘅價錢。咁而家普遍嚟講，中國嚟講都起碼1000蚊到
即係1萬蚊人民幣左右1公斤。咁而美國嚟講咧，而家最平咧就係Falcon 9啦，就起碼1000蚊美金1公斤啦。咁將來SpaceX 短期嚟講咧係可以到500到300蚊1公斤嘅，用呢個我哋叫做Starship 嗰個技術嚇。咁我詳細講落去啦下一章。嗱，而家大家睇一睇，第二章開始講嚇。呢個 SpaceX 咧係2024年9月24號係送咗4個太空人上2個太空人係上咗呢個 ISS 個 Space Station 嗰度嚇。咁佢哋嗰陣時咧係第一次上去 Space Station。嗰陣時上去咧，你大概記得嗰陣時上咗啲太空人咧就唔落翻。即係翻唔到啦，咁佢係要送咗呢個 ISS 呢個 Dragon 9去上去 Dragon 9嚇。嗱，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嗰個發射嗰個過程係點樣啊？個發射嘅過程咧，第一佢係由開始啦，大概到1分鐘左右咧，佢就到音速㗎啦嚇。咁然後咧就大概1分鐘咧，佢亦都達到一個我哋叫Q 啊 Max Q。Max Q 嘅意思咧就係話個大氣壓力同埋個速度所產生嘅壓力咧係最大㗎。咁嗰個係即係將整個火箭嘅structure 咧係有底嘅。嗱，左邊嗰個咧就係佢有幾呢個左邊嗰個咧就有速度啦，右邊嗰個就係高度啊。咁大家睇到咧，而家已經係5個公里啦。咁個5個公里而家咧已經係到3倍音速咗。而家未到音速嘅。嗱，到1、2、3、4嗰陣時咧，就係音速啦。Max Q 咁然後咧過咗到2分半鐘咧，佢個 main engine core 你喺左邊就睇到個第一節火箭咧就甩咗出嚟啦。main engine core 右邊嗰個咧就係嗰個第二節嘅火箭嚟嘅。咁你睇到第二節嘅火箭，佢係一個比較大啲嘅引擎火箭引擎。咁一直飛咧，而家已經出咗太空啦，因為而家已經係200公里嘅離地球表面，咁咧速度咧就128咁就已經係幾倍嘅差唔多6倍音速啦，而家6倍音速。咁但係由6倍到軌道咧係24倍音速，所以仲爭咗6倍㗎。咁所以咧，第二節火箭咧係大部分即係加速由大概4倍音速加到24倍音速嘅過程裏頭咧，就其實唔係好多嘅燃料嘅啫。第一節嘅引擎咧翻嚟地球啦，佢可以回收嗰個地球回收嗰個技術。咁你可以睇到咧，佢係喺咁嘅直垂直落，有3隻腳可以撐住咗落去嘅。有中國嚟講都未做到呢個技術，因為幾次發展咧都係失敗咗嚇。咁就而家你睇翻第二節嘅引擎咧，佢而家係到咗呢個入咗軌道，即係24倍音速啦。你睇到啦，佢嗰個速度咧就係27000公里每1個小時，27000公里就係入咗軌道。咁嗰個高度咧亦都係200個公里嘅高度嚟㗎。咁而家入咗軌道，咁你睇到咧，佢而家將個第二節嘅火箭引擎咧就甩咗啦。咁而家呢個睇到嘅咧就係嗰個太空船嚟嘅。個太空船咧就載住啱啱睇到嗰2個人咧，就去咗嗰個國際太空站入頭。咁呢段咧就解釋咗，大家要明白，希望明白到咧，就係第一節同埋第二節同埋嗰個太空船之間嗰個關係係點樣？幾時會甩咗第一節？幾時會甩第二節？同埋佢個速度嘅關係咯，同埋高度嘅關係。咁呢個係第一節啦。咁下一個我哋睇下。嗱，究竟火箭係乜嘢嚟咧？火箭咧就有幾樣嘢定義佢嘅。第一樣咧叫重量啦，個重量咧 SpaceX 佢用嘅叫 Starship 啦，又叫Starship Super Heavy。我將個次序調轉咗啊。Starship 係上半嘅第二節嘅火箭即係到咗呢個軌道，上到軌道嘅。而第一節咧就係我哋 Super Heavy 係好重嘅，所以相對嚟講個重量咧
嗰個 Super Heavy 咧係有成3500噸，即係成個火箭嘅重量70%，就係大概2分半鐘咧就甩咗出嚟㗎啦。咁去到個高度咧，大概都係即係唔係好高，即係大概都係2倍音速到嘅啫。咁所以其實整個火箭咧，大部分都係第一節我哋嘅 first stage booster， 就係等佢推咗上去，然後剩翻嗰1500公噸咧，就係再發射第2節嘅火箭嚇。所以咧，最大嘅問題就係點解唔重咧？擺喺70咧，就係第1節嘅。咁我個技術嘅發明咧，就係最主要係除咗嗰個70%嘅重量嚇。咁個70%嘅重量咧，係整個嚟講係10%到20%嘅重量嚟嘅啫嚇。咁我依家會詳細講講嚇。咁第一個咧就係講到個重量啦，第二個咧就係叫做 thrust啦，即係話佢有幾多噸嘅推力咧。嗱，噸咧就係一噸就係等於10噸嘅動力，因為噸係重量嚟㗎嘛。咁個重量嘅乘翻 m 乘翻 g， 個 g 就係個加速度咯。咁所以呢個咧就 Super Heavy 咧就係74000個 kilonewton 啊咁而個 Starship 係12000個 kilonewton。咁因為你相對嚟講嗰個 Starship 輕好多，所以個加速個速度應該可以快好多，係嘛？咁所以咧嗰個12000個 kilonewton 咧推比較輕嘅嘢，同時咧係加速。咁佢可以由大概6倍音速就加到24倍音速咯嚇。咁大家明白呢樣嘢。第三樣咧就係個速度啦。咁我就唔詳細講，啱啱我講過啲嘢。第四咧就係個 specific impulse。嗱，呢樣嘢係好緊要嘅。點解火箭要爆炸性咧？就因為佢嘅 specific impulse 係好大嘅。咩叫 specific impulse？ 好簡單嚟講就係你噴射出嚟嗰啲氣體嘅速度係幾高。嗱，你知道上軌道咧速度咧就係8000個 meter per second， 咁但係你噴出嚟個速度咧就1半個速度嘅，即係4000個 meter per second， 嗰個就叫 specific impulse。咁你越快咧，你等嘅嘢出嚟就越少噶嘛，因為你個 action 同埋 reaction 係相等噶嘛。咁所以你噴出嚟嗰啲速度高，咁你個 momentum 咪大咯。咁你 reaction 嗰個加速度咪就係大咗咯，所以好緊要一樣嘢就係你噴出嚟嘅氣體嘅速度咧，可以到呢個咧就係3.2個 kilometer per second， 所以噴出嚟嘅速度好高啊。咁然後咧個 rocket engine 咧就有33個叫做速龍嘅 Raptor 嘅火箭引擎，咁有6個咧就係 Starship 上面有6個嘅嚇。咁我哋再睇一睇整個 Starship 嘅 launch 同埋即係翻落嚟回收嘅過程。嗱，呢個咧就係舊年嘅啫，就係佢 Starship 咧係第2次嘅發射，咁佢咧都可以收翻嚟，唔單止係收到第1節，連第2節都收翻。嗱，第2節收翻嚟係好困難㗎，因為點解咧？佢速度高到24倍音速，每1秒鐘8公里嘅話咧，佢收回收咧好困難。咁而家你睇到有33個引擎啊，呢個 Raptor 速龍嘅引擎33隻上去，咁而家就好壯觀。其實歷史上最大嘅火箭咧就係 SpaceX 嘅 Starship 咁所以好犀利啊！你睇到好勁嘅，好勁。咁就上到去，亦都第一個就係我哋叫做 MECO 啦 ，Main Engine Shut Off 就係第1節嘅引擎甩咗啦。嗱，而家差唔多係甩啦。嗱，而家咧就用爆炸力咧將第1節同第2節，咁而家甩咗嗰個呢個咧就係Super Heavy 超重啦，嗰個第1節嘅火箭嚟嘅。咁落到嚟之後咧，佢就垂直落嚟嘅，咁佢係嗱呢個咧就係第2個 stage 啦。嗱，呢個咧係第2節嘅引擎同埋佢嗰個太空船嘅分開。唔係 sorry， 佢係第2節嘅引擎係嗱呢個係第1節引擎嘅回收啦嚇，大概2分半鐘，然後再大概2分鐘，佢就跌翻落嚟。咁而家跌翻落嚟咧係呢個應該係跌咗喺海上。佢用個夾子係個夾，即係嗰個筷子去夾住佢收翻嚟㗎。呢個好犀利。
一樣嘅技術，就係佢其實佢33個引擎裏頭咧，就開咗6個嘅啫。咁就好快開咗唔夠30秒咧，佢就唔收翻嚟啦。所以大部分時間由幾里嘅高空跌落嚟咧，都係靠空氣阻力去阻佢嘅。咁然後咧，最收尾啦，你睇到佢兼防咗嗰個6個噴射引擎啦，就可以控制佢可以垂直。呢個技術係相當困難嘅，所以佢33個裏頭有6個引擎啦，係攞嚟控制佢，可以俾個筷子夾住佢，係嘛 ？OK。咁呢啲嘢我覺得即係好，佢講好聽就係好偉大，即係呢個技術好難掌握。咁個問題就係話，中國有冇辦法可以彎道超車咧？咁我覺得有可能，即係要我自己去發展呢啲技術，可以係超越到呢個 SpaceX 咯。咁我講咧。嗱呢個咧，你睇翻我講翻就係話，而家呢個太空船啊，叫 Starship 咧，翻嚟地球。咁你睇到佢有2隻好細嘅翼嘅，咁就架空嘅阻力。啱睇到咧，就係佢嗰個所產生嘅阻力啦，都係好熱嘅。嗱咁然後咧，佢就跌咗落海度。咁將來嚟講咧，我諗佢哋都會係用個筷子夾翻佢落嚟嘅嚇。就可以降落到啦。咁嗱呢個困難好多嘅，因為第2節嘅引擎啦，佢 Starship 咧載咗人喎有將來咧就要上到月球喎。個 Starship 可以喺月球上面垂直落，降落月球嗰度，然後咧又垂直翻去，即係可能喺月球嗰度攞咗好多嘅燃料，然後咧就再去火星即係咁然後再去。咁呢個都相當之難嘅技術，咁究竟去唔去到呢個火星咧，都係有疑問嘅嚇。好啦，咁我再好簡單講一講咧，就係話究竟火箭嘅技術係包括乜嘢？第一，你嗰個燃料係乜嘢？同埋氧化劑係乜嘢？咁嗰個 propellant state 即係話佢係固態、液態定係氣態嘅火箭咧？咁呢個咧就有人即係 oxidize 其實咧好多時用 liquid oxygen LOX 就係做呢個oxidizer 啦。咁亦都個 specific impulse 咧，如果你嗰個rocket exhaust speed 大概由2.5到5個每秒2.5到5個公里嘅速度，好高嘅速度咯。個 best propellant 咧，而家嘅 status 就好似 SpaceX 用嘅係液態嘅 liquid oxygen methane 同甲烷啦。咁同埋有用呢個 liquid oxygen hydrogen liquid hydrogen。咁特別係美國登陸月球嗰陣用呢個 LOH 係做第二次火箭嘅。咁然後咧就係咁然後下一個就講話嗱呢個我就唔詳細講，呢個咧就係講到咧火箭技術咧最大困難乜嘢？因為你要抌啲嘢出去，你先可以有個反作用可以加速嘛。咁你不停抌嗰陣時咧，你個剩低嘅重量咧係logarithmic 嘅，我唔知唔係指數啦 ，logarithmic decreasing 嘅，即係你剩低攞個即 OK， 你嗰個上咗軌道嘅重量同埋你起飛嘅重量，同埋上軌道重量個 ratio 可能係得翻0.1嘅啫嚇。咁即係10倍啦！你想即係你起飛嘅重量係10倍於呢個上軌道嘅重量嚇。10倍嘅話，你個重量咧就依照嚟減10，咁好細啦係嘛？咁然後咧就再乘翻你嗰個噴射出嚟嘅速度，噴射出嚟嘅速度可能係3個 kilometer per second， 咁啊咁然後咧你可以計到你最終個速度係點樣？所以個最終個速度咧係同嗰個原本起飛嗰個重量除翻入軌道嘅重量，然後 take 個 logarithm 然後咧就乘翻你噴射出嚟嘅速度，咁你就可以計到你達到火星點樣。所以好大問題咁所以咧下一個啦，我就唔詳細講啦。咁就講到話嗰個 rocket equation 咧，你可以計翻我亦都唔詳細講呢個係 SpaceX 嘅技術啦，就係全重5000噸嘅SpaceX 嘅 Starship 啦，你就可以係
大概最終嚟講咧，就係2%可以入到軌道，即係衛星嘅，即係佢發射到衛星2%。咁5000噸開始入到軌道咧，就150噸嘅啫咁就即係30%可以入到軌道咯。咁我就唔詳細講呢個，下一個啦。嗱，呢個係3個我叫做速龍引擎嘅技術速龍係 Raptor 咁咧 Raptor 1、Raptor 2、Raptor 3，而家 Raptor 3咧係開始可以大量生產，而 Raptor 3咧下一張就可以睇到佢嗰個參數咁我就唔詳細講，因為相當複雜咁第3代咧，佢嗰個推力可以到280噸嘅推力咁佢有32隻所以個噸數好犀利。咁因為佢要推5000噸，咁280乘翻30嘅話就到5000噸以上。咁然後咧燃料室壓力即係話你個爆炸性有幾大，居高壓力，佢要到350倍嘅大氣壓力咯。咁同埋佢佢嗰個重量係即係每一個引擎嘅重量係1噸半啦。咁然後佢個速咁然後咧就造價大概每一個 SpaceX 大量個 Raptor engine 咧大量生產咧就大概美金20萬一隻20萬一隻，咁33隻咁食埋。咁但係佢因為可以重用咧，所以嗰個成個火箭最貴嗰個部分咧就係佢嗰啲 rocket engine 咁 Raptor 都係相當犀利嘅。咁因為重用咧，所有每一次發射嗰陣時咧，個成本就可以低咗好多OK， 下一個。嗱，今日我要講亦都唔會好詳細講，因為呢個咧全部有專利喺度嘅咁我哋都唔方便喺一個publish， 即係已經申請咗啦。咁所以咧，但係亦都唔想咁早俾我啲競爭者去參與嗰啲嘢。咁所以我淨係講話有3種引擎，第一個叫 T-Rex turbine， 就係會唞氣嘅，唔用氧氣嘅，用翻高壓嘅甲烷 high pressure methane gas 啦，就係可以推動嗰個螺旋槳即係 turboprop 起個火箭引擎，所以我叫呢個係溫柔嘅暴龍咁點解溫柔咧？就係因為佢起飛嗰陣時咧，其實係同呢個直升機嘅技術係差唔多嘅，就係用一個好大嘅螺旋槳去上升，所以我哋叫做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就係垂直升同垂直降嘅。咁個高度咧就去到同飛機嘅最高高度差唔多啦，就係1萬公尺10公里。咁然後咧個速度咧係細過音速。咁然後第二節咧，我哋叫 everything running jet， 就係脈衝引擎。脈衝引擎咧就係用仍然係唞氣，但係冇一個compressor 即係噴射引擎有個 compressor， 佢用冇靠嗰啲空氣個速度撞入去，就壓縮嗰時候咧，然後咧就噴射翻出嚟啦。咁嗰個咧係可以去到50公里，50公里嘅高度，個大氣壓力咧係1/1000嘅，100公里咧就係100,000,000,000,1。咁1/1000嘅空氣，因為佢速度相當高，所以都可以吸到好多氣入去推動個火箭咯。咁嗰個係6倍音速推動。咁有第3個就係我呢3個都係我先發明嘅，裏頭有專利技術。咁嗰個 GOM 就係 gaseous oxygen methane， 就唔用大氣壓力大氣嚟推動。咁嗰個叫暴龍火箭引擎。咁咧就係50公里以外，即係嗰大氣壓力係1/1000以下嘅，就由6倍音速到24倍音速。咁我講就係我中國人係發明第一個火箭係宋朝，呢度有個宋朝專家就係宋朝嗰時發明咗一個火箭，去有用元打元朝嗰啲馬。都有用過火箭打嘅 ，OK？ 咁收尾清朝亦都明朝咧亦都係用火箭係驅逐咗嗰個蒙古人嘅。咁第二個咧就液態火箭，就係上世紀初嗰陣時，美國嘅Robert Goddard 就係發明咗液態火箭，就唔係塞咗啲固態嘅oxidizer， 即係助燃氣同埋啲
碳灰嘅呢啲嘢去做推進，就係、用呢個火水同埋液態氧氣，或者就係、我就唔知點解人哋諗唔到啊！我個人做嘢好得意嘅，我一陣間講好多技術咧，我係唔中意，我係中意閉門造車，因為我閉門造嘅居出嚟一個居咧係冇轆冇軚冇臂力冇引擎冇車身五位一體嘅，就係淨係一個用電磁動力學去推動嘅嘢。咁我而家會提少少啊。咁呢個咧我就覺得好多人覺得就係噴射火箭引擎點解難做？飛機引擎點解難做？因為你要將嗰啲空氣啊，或者係嗰啲燃料啦，或者係liquid oxygen 咧，要壓即係空氣你要壓縮咗大概30倍先至有能喎。飛機通常到差唔多50倍嘅先至可以燃燒咗之後再噴射出嚟，咁個速度先夠快嚇。咁呢個我就唔講咁多。咁我而家要做咧下張，就係話我而家要做嘅turbine rocket 個 experiment 乜嘢咧？我大概講一啲參數俾大家明白一下，就係、要用 supercritical methane， 即係仍然氣態大個壓力咧就係700個唔係70啦，700個大氣壓力就個溫度咧係零下80度左右。咁嗰個呢個 density 咧，即係嗰個即係重量係水一半嘅重量咯。所以呢個氧氣對 supercritical 嘅700個巴零下又減80度嘅咁然後咧佢個 density 當然咧大概係1.0左右，即係同水嘅重量一樣。嗱，我想講最主要個 insight 係乜嘢咧？就係話咧，其實我同 SpaceX 最大分別係乜嘢咧？我係唔用液體嘅，我係用氣體嘅。因為好多人講氣體嗰個 density 係咪好輕啊咁樣？其實當你加壓加到好大嘅時候 ，density 都可以好高嘅嚇。你就睇到。第二點更加緊要咧就係，其實好多人覺得火箭係好困難，因為點解咧？你又要將佢泵入去個燃燒室，加到譬如好似呢個Raptor 3嗰個係350倍嘅大氣壓力啊！我唔使喎，因為我本身嗰啲已經係400倍嘅大氣壓力，我就唔需要泵佢咯。而泵呢樣嘢咧係最困難嘅，喺火箭技術上係最困難嘅一樣嘢嚟嘅嚇。咁呢樣係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唔需要用泵或者我個噴射引擎技術係唔需要用 compressor 即係壓縮器嘅話咧，我慳咗好多嘅能量嚇。第二個，下一個。咁我想大概2年之內咧，我會做一個 experimental 就係可以入到軌道，但係我大概唔會回收，因為回收太麻煩嘅，即係個 control。咁我就會 send 20公斤嘅去火咁希望香港嘅學生可以即係參與呢個計劃咁呢個計劃咧就我大概俾蒲台島度已經做一個火箭發射基地。呢個蒲台島會唔會太危險啊？咁近航道？咁唔係嘅，因為點解咧？第一次傷咧，有時飛機咁有嘅嚇，所以就安全好多咯咁下一張咁所以呢張咧，你大家可以喺側邊嗰個展覽嗰度有埋中文嘅到時我呢度或者係演文呢度嘅話，佢可以講解一下。就係話呢張就係講到我同呢個 SpaceX 嗰個 Super Heavy 嘅 Starship 之間嘅分別啦。就係當然我係用第一咧就係 single station orbit， 咁我可以計條數出嚟咧，就係成隻太空船上到 orbit 就唔需要分2節嘅咁而我用嘅咧就係用氣態嘅氧同埋氣態嘅methane 同埋加埋空氣，所以我所輸入到嘅軌道嘅重量咧係超過起飛嘅重量嘅1半嘅咁然後咧sorry 入上到去50公里以外咧，我係超過1半嘅重量咧係起翻嗰個飛船，然後上到去軌道咧有20%嘅重量可以落翻
咁然後咧就係用 every 有T-Rex turbine 即係我叫做暴龍嘅渦輪機啦，同埋呢個 T-Rex rocket 就係暴龍嘅火箭技術。咁然後咧就入到低軌道咧就係大概10噸。咁然後咧，如果你係由香港去紐約嘅話咧，2個鐘頭可以有20噸嘅重量，可以再超過20噸人。咁仲有一個好處啊，因為佢係垂直升㗎嘛，佢係垂直降嘅，佢降落嗰個形式都好似直升機咁樣降落嘅嚇。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機場喎，咁你慳好多啊。咁就嗰個成本咧低過呢個Starship 好多嘅嚇。下一個。咁然後咧，我哋就可以有講學嘅。咁如果有邊個即係識得啲校長喂，你嘅校長叫我嚟講，咁我會收錢嘅嚇。咁我就會有2日，或者我會喺科學園裏頭有2日嘅實驗同埋講座，係講點樣去製造火箭，同埋火箭技術嘅科學原理同埋個技術原理。同埋呢個商用嘅原理commercial 嘅 principle 咁所以咧就呢個係個時間表啦。下一個啦，就係你而家想接觸我咧，你就影咗呢張相，裏頭有我個地址，但係就而家我唔喺 RCC 2室嗰度，咁就仲有個電話，如果你想 WhatsApp 我嘅話，你可以喺個電話 WhatsApp 我都得啦。咁同埋嗰個Gmail 啦，咁其實呢個我有提過就係我寫咗本書叫 What's the Matter with Energy 啦，咁嗰本書係我10年寫好之後咧，我就覺得我先明晒關於能源究竟係乜嘢嚇。咁過咗之後嗰10年咧，就係閉門造車同埋點講啊，即係修道啦，可以講即係10年。退隱咗之後，而家10年之後咧，我出翻山，然後咧就將我嗰啲 awesome 嘅技術出嚟。但 awesome 裏頭有空調、水、能源、太空、火箭、呢個海洋技術、磁浮技術都係我最引以為榮嘅技術咯。咁同埋呢個電動飛機嘅技術咯。我有3間公司，第一間公司係叫 Hero Hydrogen Energy Research Organisation 咁然後咧，第二個公司就係 Solarman 啦 ，Solarman 係做空調同埋做 gas turbine 嘅。咁同埋第3個係磁浮嘅技術嘅公司咁咧呢度咧，我盡量講而家大概仲而家過咗幾多時間？過咗幾個鐘 ？OK， 咁我可以放少少啦，就係介紹下賣個關子就係話究竟我係。個 awesome invention 我有個將來會有一個 YouTube 頻道嘅，就係咁呢個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叫做磁浮板嘅技術。咁呢個磁浮板我諗我會有一個公開嘅 demonstration， 大家年底之前有。我哋加上一個示範呢個Magnetic 嘅磁浮板咧底下係有就係冇錯位，咁個爐底上面咧係底下有嘅係一啲名詞嘅。咁我而家咧將手喺度個包呢個聲咧就係嗰個開始 controller 嘅 calibrate 嘅個 motor。好啦，咁我哋翻張堂。呢個咧佢會浮同埋會行咯。咁其實咧呢個做呢樣嘢，我大概已經3年前已經做到出嚟啦。咁但係我就3年之後，我一直話唔用永磁嘅話咧，得唔得咧？咁我一直做咗好多實驗。我話俾你聽，我哋做科學嘅人咧有2種嘅啟示，我叫啟示。第一咧就係話由即係我哋嘅思想邏輯裏頭所做到嘅啟示咁嗰個啟示咧就係基於我哋抽象嘅思維同埋事實同埋呢個邏輯去做啦。咁第2個要做咧就係有關於大自然對我哋嘅啟示啦。大自然嘅啟示係乜嘢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嘅理論好多時要引證嘅話咧，一定要做實驗嘅。咁其實我過去嗰10年即係即係而家出山啦。咁
咁就嗰10年咧，其實係不停做實驗嘅，我就做咗好多次實驗，我就發現咗有2個原則啊。第一個原則就係有關於電動力學方面嘅原則啊。咁我覺得所有以前做磁化工、做馬達嘅咧，都係做錯晒。所以我而家發明咗一個新式嘅馬達，係唔用永磁，亦都係高效率，亦都係好有力，亦都個重量好低嘅啊。咁呢個咧就係我覺得將來所有嘅電動汽車，甚至所有馬達咧，應該係用嗰種正確嘅電動力學去。因為我喺MIT 嗰陣讀呢個電動力學嗰陣時讀得好好，我全班都頭10%咁。咁所以咧，我始終呢10日要重新發明個馬達咁樣嘅意思。第二樣嘢咧，我係對呢個熱動力學好有興趣。嗰陣時我有喺 MIT 度搞 AI 方面嘅嘢。嗰陣時1980年初，1990年嗰陣時我都有80年比較咧，嗰陣時我睇過晒。嗰陣時即係2個諾貝爾獎 AI 得主嗰啲人嘅 paper， 嗰陣時我自己本身做研究，但係到咗2000年嗰陣時咧，我就全部花晒精神去做能源。咁第二個 video 可以睇下嘅就係有關於呢個電池我發明咗呢個世界太熱啦，所以我哋需要重新發明過呢個冷氣機嚇。而家係冰凍喎，咁所以我哋點解可以製造壓縮咗壓縮咧？要有效率，同時咧要將壓縮咗嘅熱咧產咗出嚟，所以我呢個機器咧就直接做到呢3方面。佢就受呢個冷氣透過幾個多種組件，將空氣高速壓縮。空氣壓縮而變異嘅空氣會喺裝置入面冷卻。當空氣再釋放出嚟嗰陣，膨脹嘅過程會令到空氣變得冰凍，成為冷氣。呢個過程取代咗雪種嘅功能，慳到80%嘅電，而且製作成本低，因為全個組件都可以3D 打印出嚟。即係我哋呢個科研裏頭嘅好多同大家都係見到呢個咧係我第一咧，我要做咗前路板，因為個當個商業嘅，我覺得前路板呢樣嘢最緊要。同時將來咧，我打算喺啟德嗰度咧起一條磁浮道路，有5公里嘅成個啟德咧就2雙可以用磁浮板去做交通工具嚇。咁我亦都遲啲咧會搞呢個磁浮列車嚇，嗰個就可以坐到20人嘅。嗱呢個咧係我得獎啊，啱啱講到得獎，有關於香港點樣可以能源自給自足零排放。其實香港好多風力㗎。最主要喺外島同埋呢個淡江島度做好多風力。咁我會我同蒲台島呢啲好熟嘅，咁我就會喺蒲台島做呢個風力發電、電力產氫同埋氫推動機車啦。嗱，其實而家嗰啲所有嘅風車咧，我都係覺得做錯晒，係錯嘅。第一太大、太重、太危險。咁正確嘅風車嘅形態應該係咁樣嘅，同時可以收埋。咁呢個咧個理論咧，亦都我有研究有關於呢個氣體動力學方面咧，就應該係一個螺旋形嘅葉，咁同時可以收埋嘅。咁佢開始即係可以教佢嗰個靠嗰個角度咧，令到即係高速嗰陣時咧，佢係收埋少少咁。香港可以2040年開唔排放就早過我哋國家2060年啦。咁同時咧產生嘅可以產嘅電，亦都係我發明嘅發電機，咁然後咧就可以係令到全球可以2050年零排放，早過我哋國家2060年，同埋咧係早過 Paris COP 個2050年嗰個排放。第4個咧，我呢個做咗差唔多4年啦，就係有關於嗰個飛機，即係電動飛機嗰方面嘅技術啦。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冇個 video 嘅就係我覺得咧低空經濟呢樣嘢就係相當危險嘅，我唔叫你去坐，因為一跌咗落嚟咧就死人㗎啦。咁所以咧，我覺得應該個飛機技術咧應該喺海上邊飛嘅，離開呢個水面大概係5公里左右嘅高度。5米嘅高度，5米嘅高度咧，然後咧就可以喺水上漂啦，個速度可以到100公里1小時，但係嗰個危險度咧就可以低好多。咁呢個就可以放咁我諗今日咧，我留翻多啲時間俾大家發問，任何嘅嘢都可以問啦。
包括點樣讀書點樣 MIT 都係問下。咁就多謝許教授嘅分享。唔知各位觀眾有冇問題想問下許教授？紅色衫嗰位。Hello，我想問下關於火箭嘅嘢都係其實一路 SpaceX 咧講佢製造嗰個太空船嘅時候都係用鋼去做嗰個材料嘅。其實喺即係呢度可以放好多爭議㗎嘛。咁我想問你有咩睇法嚟咧？我覺得呢個問題相當好啊！你睇到 SpaceX 其實好長㗎，咁佢用嘅係一種特種鋼同晒嗰種特種鋼有兩個功用啦。第一就係裝住嗰啲液體嘅氧同埋液體嘅甲烷啦。咁另外一個咧，佢用嘅 material 咧就係特別喺嗰個 Starship， 佢底下用 carbon 嘅 composite， 即係用碳嚟到抵嗰個高溫，即係重分翻嚟嗰個。所以個材料最主要係鋼同埋呢個 carbon fiber， 等佢由24倍音速降到翻嚟地面嚇。咁我呢個問題問得相當好，就係因為我係中意閉門造車嘅，所以咧我就覺得，如果我要做儲存呢個氣態嘅光，應該用啲咩材料咧？我就覺得最好嘅材料係 Kevlar 啊 ，Kevlar Kevlar 呢樣嘢咧係比 carbon fiber 更加強、更加耐熱同埋更加硬嘅，佢係直頭係硬嘅。咁我就查過AI 啦，而家即係我都係睇 AI 問。咁AI 做氣缸嘅厚度幾多？佢話2英寸5個 cm 咁樣。咁哇咁鬼厚咁好重咯。咁 Kevlar 嘅重量咧係個 specific gravity 係1.4嘅啫，可以好低嘅。咁所以就算2寸都好啦，嗰個重量咧大概一個3米直徑嘅圓球啊。2寸咧，我諗大概係1噸左右，1噸就可以啦，因為佢薄啊嘛，1噸或者2噸我唔知。咁我有2個6米嘅大球，咁我問一問你，2個6米嘅大球，用 Kevlar 2寸厚嘅，咁頂唔頂得順400倍大壓力咧？咁就頂得順，因為點解咧？你諗一諗就係話圓形呢樣嘢咧，佢裏頭壓力同佢嗰個厚度冇關係㗎，係咪先？因為你唔爆得就係個張力問題啊嘛，個壓縮咁佢所以咧有個好處就係話你嗰個載重量同埋佢嗰個我哋叫做 empty weight 啊 dry weight 啦，即係冇燃料嘅話，嗰個波啊佢嗰個 dry weight 咧，個缸嘅重量咧係同佢個直徑係成反比嘅，即係個 fraction 係低嘅，可以低到1%或者2%嚇一個。嗱，咁我問翻第二個問題話，一個400倍大嘅壓力6米大嘅缸，佢嗰個載幾多？50噸嘅液體氣體氧係400倍大嘅壓力，50噸。而呢個 methane 係輕啲嘅 ，methane 佢個 molecular weight 係12啊嘛，16，而 oxygen 32啊嘛。咁所以咧，你要盡量減輕用 oxygen。咁所以喺50公里以下，你全部用晒 oxygen 咧，你就可以減咗70%嘅重量咯嚇。咁因為你用空氣推動，嗰個力大好多嘅嚇。咁好啦，呢個答咗第一個問題，就係點解用氣化同埋點解要用液體甲烷氣體甲烷同埋氣體嘅氧氣啊？咁就唔需要加壓啦嚇，咁就用好多。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有關於重新翻落地面嗰個 re-entry 啊，嗰個要用乜嘢咧？因為嗰個溫度好高，可以到幾千度。因為佢撞咗即係嗰個翻嚟嗰時，好似流星一樣啦。佢撞咗空氣，佢嗰啲空氣全部係挨埋鎖唔知中文嘅。咁挨埋鎖嗰時咧就好熱嘅。咁所以咧，第一就一定要用呢個 titanium。
titanium 啊。用 titanium 咧有幾個好處，第一 titanium 咧係鋼嘅一半嘅specific gravity 啊。咁第二咧就係 titanium 本身咧，佢嗰個硬度係硬過鋼好多嘅，所以通常咧我就諗住咧嗰個整個 re-entry 嗰個成個我叫做 T-Rex 嗰個外殼啊，就應該用 titanium 嘅。titanium 咧可以係到5 mm 0.到5 mm 就夠厚，甚至可以最薄嘅 titanium 係0.5 mm 都得嘅。咁有啲咩好處咧？第一，你撞嗱你翻落嚟嗰陣時爛就爛咗咩？因為佢產生熱好多，所以你落嗰陣時咧你要飄幾次減速，即係由24倍音速可能減到12倍音速嚇。咁然後咧，先至即係你一飄上去撞到啲氣，咁就即刻散咗熱，又咁樣飄入色喎。咁又落到嚟之後咧，你可以用翻剩餘嘅嗰個可以去減速都得。咁然後咧就亦都因為佢嗰個成個飛機嗰個 density， 因為你已經抌晒喺燃料啊嘛，咁你大概剩翻落嚟係得20噸到嘅。成個嗰個 take off weight 120噸啊，咁你剩翻落20噸，咁你個容積大好多，咁佢個阻力就大咗好多咯，係咪先？咁所以咧呢個咧我就相信唔需要用呢個碳合成法carbon composite 去做嘅嚇。係前邊啦，你後邊都可以啦。你哋如果唔介意嘅話，可以排隊問呢，我諗都好多問題。許教授，想問一問咧，就係頭先你講8年然後會選喺蒲台島度即係做發射啦。咁嗰個係咪需要向香港政府申請埋？跟住嗰個即係support嘅齊態度嚟？係冇錯冇錯。第二個問題，因為就計翻咁多年，我都知即係突然間令我諗起係高錕教授。係嗱，你申請咗幾多項專利啊？蘇翻？好多專利。我其實專利咧，我 MIT 讀 PhD 嗰陣時已經有專利，嗰陣時嘅專利係 cover 咗呢個 GSM 嘅科技嘅。咁但係我一直都冇告過。咁我就問個高錕，我問佢話你點解唔將呢個fiber optics 即係話光纖技術係專利化咗佢咧？咁佢就嗰陣時已經係末期嘅失憶症咯。佢攞咗諾貝爾獎嗰陣時，咁我問佢太太，咁佢太太就話：高錕一直覺得咧呢個光纖呢樣嘢係好大嘅一樣嘢，咁所以如果你唔係免費俾人嘅話咧，佢唔會全球普及嘅咁樣嚇。咁所以我就冇高錕嗰個情操，明唔明先？我只要揾翻錢嘅，因為我用晒我自己錢去做研發，咁我就都好慣嘅，因為點解咧？而家嚟講，我就覺得自己嗰個喺個知識產權方面係好豐富嘅。我有幾十個專利而家嚇，咁就但係咧，我就覺得太空即係我嗰個技術啊，即係個飛行嘅技術，亦都好似高錕講話齋，就係呢樣嘢你係要俾人哋咯。但係我就會保留翻我火箭引擎嘅技術嚇。咁你大組第一個問題係咩話？蒲台島蒲台冇錯 ，sorry 啊，我年紀大，所以即係都有少少失憶症。蒲台島嗰度咧有幾樣嘢嘅。第一，如果你出咗公海咧係冇網管嘅，所以你因為我啲火箭好細，所以我要用啲躉船啦，佢出咗公海咧，理論上係冇人管理嘅。但係喺某程度嚟講你都要考慮到你嗰啲火箭發射咗之後，會跌翻落嚟撞到啲船或者撞到啲飛機嘅。咁呢樣嘢咧就係、當然啦，你唔想撞到啲船或飛機。咁但係我嘅技術咧就唔係爆炸性嘅喎，其實開始嗰陣時咧就係直升式嘅，所以某程度嚟講，我希望將來可以單係民航處美國嘅 FAA 咯。可以管到就得㗎。其實你喺美國咧，有啲州係即係你唔喺航道裏頭，你做乜都冇人管你。時間關係，我哋問多一條線，一係
聽我哋先同講。教授想問下咧，又係因為睇嗰啲 slide 咧，佢用嗰啲火箭燃料咧，最初咧佢就係用 kerosene 加 oxygen 嘅嗰個 liquid 嘅咧嚇，跟住又後尾係呢個 liquid 嘅 hydrogen 同 oxygen 啦，跟住咧最後咧係有個 liquid 嘅 oxygen 同埋燃氣啦。其實佢咁樣變咧，其實係有咩原因同埋佢每一種有咩好處？嗱呢個問題都相當複雜啊，我哋講一講俾你聽。其實呢、個Elon Musk 就唔係好似我嘅佢喺 Stanford PhD 都讀咗12日就走咗啦，係嘛？搞咗呢個其他嘢。咁我喺 MIT 讀完個 PhD 嘅嚇，咁就即係相對科學方面嘅嘢識得多啲。咁但係 Elon Musk 始終有個好處就係佢睇嗰個technology睇得好準。咁點解其實呢個甲烷呢樣嘢咧係佢第一個提倡出嚟嘅？點解其實有幾個原因嘅。第一，甲烷本身嗰、液化咧大概200度，零下200度C，個處理比較容易啲嚇。咁第二咧就係、甲烷嗰、即係相對火水嗰個 specific gravity 大概係2000個 meter per second，specific impulse 大概2000個 meter per second， 甲烷可以到3200，甲烷可以到3200個 meter per second 嗰個 specific impulse， 而呢個氫氣咧就可以到4000幾個 meter per second。所以喺選擇嗰陣時咧，我覺得佢有個聰明智慧，其實咧 specific impulse 唔係最緊要一樣嘢，最緊要嘅係乜嘢？你究竟個火箭有幾大？因為你用翻液體氫氣嘅話咧，液體氫氣嗰個 specific gravity 就係0.07，而液體甲烷個 specific gravity 係0.6，所以差唔多係液體氫嘅10倍啊！所以佢嗰個 volume 細好多。咁同時咧，佢亦都係即係你話幾多個 percent 入到軌道呢樣嘢唔係好大嘅。因為如果你本身裝嗰啲嘢係重好多啊，你嘅 percentage 入軌道可以多好多嘅。percentage of 即係嗰個係多，即係你唔係按 weight 而係按 volume 去計嘅話，甲烷係好好多嘅。相對kerosene 亦都有好多問題。kerosene 有個問題就係佢會塞住咗嗰啲管道嘅。因為 kerosene 一爆炸嗰時咧，佢成個嗰個內燃室啦，就會塞晒嗰啲卡門呢度，咁就唔可以重用。如果再有問題，可以一陣去 booth 嗰度或者喺門口都可以繼續問教授嘅。咁我哋而家向教授頒個紀念嘅。我再補充多一個唔計嘅話，我啱啱講嗰個 hero 咧係一個非牟利嘅團體嚟嘅，咁所以咧我將來咧就會做希望大家可以幫助香港成為呢個太空嘅基地，用我嘅技術，咁呢個咧就當然咧就會社會各方面人士會資助做嘅。我自己本身都會靠我啲錢流系統引擎系統同埋冷氣系統會近啲錢流。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如果有問題可以一陣再問教授嘅。另外咧，仲有觀天會嘅學術顧問陳柱良先生咧，就帶咗兩本由佢研究嘅項目所編成嘅小冊子啦。一本叫做《尋獲時空穿梭機器》，另一本就係《我在中國古天文學中的新發現》。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喺 booth 嗰度有得攞嘅。係，多謝各位。